刷落来，请收看报道歌灯。伫咧咱台湾，竹仔是真好利用的资源。伫以早咱的生活当中，拄食的、用的，甚至是大的，常常拢爱用到竹仔。我即摆是咧做竹椅啊，古早讲做架椅啊啦。较早就是啊，无塑胶椅啊，无啥个，主要是讲木材甲竹安尼尔。这部分就是要甲拗起，要甲斗这个面顶这个刀啊，这椅仔刀。你这无土袂当拗啊，土啊薄薄啊。土到你这个所在，咱这手安尼有款那影，啊就会使。若是有想法，手有够灵巧，就会当家己做生活当中实用的物件。我5、6岁就开始做啊。较早要来上班时，拢炸一支啊，炸一支来咱来会使开啦。哦，咱来嘛会使讲这个啦。我讲迄年代，因为庄脚经济能力较无好，所以就用竹仔来起咱的竹工仔厝。但是这时代咧进步，竹工仔厝渐渐用少啊。爸爸过来就拿落甲改做迄个鸡篮鸡搭，了后较去演变做竹笼啊。今仔日就互咱来了解竹仔是安怎变做咱生活当中真利便的一部分。来，看过来，你来看这顶哦。我今日特别伫这顶哦，这顶帽啊最近真流行，真时行嘛真请样。这个帽叫做什么名呢？叫做部长帽啦，嘛叫做市长帽。这顶的是由嘉义轮尾天下竹编协会用竹仔落去编的帽啊啦要甲大家介绍的这个俗语就是人咧讲有一个人讲话三低头两笨鸡，意思是啥物？是讲讲话无啥物内容啦无重点凊彩好的两三句话就较结束啊。所以讲这内底讲的笨鸡甲咱即摆现主时看到塑胶是无共款的早期就亲像讲这顶帽共款，拢是用竹仔落去编的落去做的。咱台湾人的生活其实甲竹仔有真密切的关系。你敢知影讲以前咱的生活中敢有偌济物件是用这个竹仔落去制作的呢？所以咱今日就来了解这个竹仔的代志。咱先来欢迎到咱今日特别的来宾，这位是南投县文字学会创会理事长牛志忠老师，来欢迎牛老师。大家好，老师啊，除了这个帽会当用竹仔落去编嘛另外就是咱事上上接看到就是嫁出来的时阵，嫁出来的时阵，我拢渐拢看到这个，这个。这有做啥？米挂。这顶悬内底这画这八卦这有特别的意思。这其实咱嫁出来时，新娘，如果若是讲要在色的未巴肚，就是要用这个压日头，日头挡这挡煞，无好挡掉咧，怎样行入去较大厅，再拜天拜。祖先是，安尼。如果若是讲你已经有心啊，就袂使用这哦。你来讲用这来讲会老体，这个所在，差人是安怎才会甲技术遮歹？其实唔是安尼。唔是吗？唔是挑故意留落来。这挑故意？挑故意会哇，那像铁钉啊吐出来。我听有啊。所以这叫做啥物呢？出钉。对。我听有啊。所以有人空砍呢，讲这个师傅你工艺做了无好，安尼功夫才办安尼个擦落过来手。其实人这是好意，这甲你祝福的。这新娘娶入来会当出店安尼，所以就挑讲留这安尼。是结婚了后，就是爱起家对无？起家就是咱看到讲，即马是伫咧都市，或者是真侪所在拢看无啦。以早其实有迄个竹公厝。其实这个竹公厝伊是寒天的会真温暖，是热天的会真凉。冬暖夏凉，是住伫这个所在是真好的一个厝。较早社会较乱清朝时代较有咧张权械斗，还是讲闽粤械斗，所以迄个四合院门口有诶嘛拢种个七竹帽。七竹帽伊真勇，真粗勇迄个有诶若无就爱去山顶撮，这撮好了咧，爱先放伫水池内底，水沟内底，互水去流，互伊当安尼。
杀菌啊，互伊当冻足久啊，安尼啊，所以才放浸超3、4个月了，啊，再摕出来用。啊，迄阵啊，迄个厝遐嘛是用这竹啊嘛，还是有的拢是用丢？竹啊是伫上内底啦，上内底伊就凹凸伊破平了对无吼？啊，就凹2个凹槽甲多一个凸槽，对起，啊起好了，头顶会佫盖面茅草，是，还丢草，这刺竹弯，对无吼？像这弯安尼，弯安尼，吼，其实这就是本身刺竹本身，伊的缺点就是讲，伊真勇，但是咧，伊缺点就是讲，伊较弯翘，有骨头，吼，落抹入伊的壁了后，对无吼？啊就变真勇，无要紧歹，含内面的壁，吼。有影拢白白。这拢是石灰，石灰吼，这是建造土吼，这迄个竹啊拢弯翘安尼，拢无直，安尼，啊内底咱对内底看得出，就是嘛是共款安尼，冻遮久啊嘛是要拢要咧用，竹啊有肉心嘛，啊你若无甲做防腐的处理吼，伊迄个旧菇吼，虫就走入。这摇拿吼，这说迄个咱伫厝里查某人若伫厝里吼，你做一寡加工啦，啊无是讲你做一寡菜嘛，竞菜啊吼，迄个白条梳啊出来吼，用拿揪吼，囡仔若咧哭着，小可摇者，揪者，因这下底吼就了有弧度，有弧度啊，你叫你若个揪，伊就摇者，所以叫摇拿就是安尼。甚至你即摆要买，佫买无？上一人要买呢？其实对我讲足便利的。唔敢买呢，这日本时代用到即摆讲，这日本时代够当。对啊，咱真用啊。咱起家啊吼，咱先带入去啊，起厝啊，厝内底啊未到生囝啦，还有一卡。迄梅人婆咧用。梅人婆咧用啊，我知迄啥拿对无？咱讲寒拿加烧金。这就是即卡，寒拿加烧金。寒拿加烧金是啥物意思呢？是。还未出嫁的查某囡仔，吼，伊佫袂当讲伫大路公田甲心爱迄个白马王子吼见面，查某囡仔对无吼？伊就忘记讲要去庙里遐，要去拜神明，啊，就赶即骹拿吼，啊，就带一寡金纸、金香纸，啊，就忘记要去庙里遐，啊，其实是目的是要。甲伊的心爱迄个差不多约会，即个挂那些加烧金啦。即卡差不多偌久？日本时代。嘛是日本时代。日本时代哦，我看迄个甲即个有无啥相像。即卡你有感觉讲若甲你大卡比起来再差遮多，你拄则迄卡是梅人婆啊。系啊，我其实这嘛计真爱准备的。哦，拢计真准备。我甲你讲，我若赶即卡要去共加烧金，迄无可能。人讲迄金你是要囥偌济，囥无偌济啊。其实即卡。这样细卡对无吼？这内底。你看这，但是伊做法甲大卡拢完全同款。哦。有影咧，佫两层吼。咱现在讲这个本能啦，因为其实这咱家对。嫁出来的时阵爱传本能。爱传本能。啊，这个方式是甲原住民有关系。怎讲？因为咱台湾古早是平埔族。哦，啊，咱迄个汉人佫袂使来遮开垦以前，佫袂使。西家带眷，清朝时代有登山公，啊无登山马，都是这句话对。啊，所以你若带着迄个平埔族的以前，因风俗本身对拢食槟榔，因为食槟榔会当迄个烧会热，啊，过来咱台湾古早有瘟疫甲瘴气真重，啊，这槟榔会当会克服这病症。这种槟榔真济对无吼？啊，头顶嘛是放槟榔，这阵就是要你食。啊，即马食了了，再个对下底个摕起来就好啊。我来过来食了吼，啊一段时间，啊外家袂放心查某囝，啊是安怎会过来？我嘛是搁准备槟榔请人食，啊是讲听你对无吼？咱有迄个重要的贵宾人，嘛是准备槟榔请人食，所以即卡是会当重复使用。啊，这嘛是即卡嘛是日本时代啊，日本时代到即马超过70年啊。民国34年公复。安尼，这就阿嬷阿公，这也好好甲保守。干嘛？就是用嘛是用竹仔落去片的。对啊，咱所以讲，是安尼叫干妈店。啊，即句话是安怎来？对吼，都是因为较早的杂货仔店，唔像即摆超级市场，还是讲大卖场，拢有架啊摆摆放伫遐。较早迄个，你入去
柑仔店内底，就是拢用这柑模啊，来滴鱼脯啊啦，滴一寡大料啦吼，一盘一盘滴伫遐，哦，你要爱买啥就包的情况活动，就可以用签的，哦，有一本小铺用签的哈，一个月搞在算钱嘛比较紧，还是讲现金拢比较紧，都是因为安所以叫柑仔店，因为真侪柑模啊，滴遐鱼脯啊，滴一寡大料物件。像咱头仔讲了迄俗语嘛，讲吼，你这人讲话就三低头两笨鸡。这个正式的名称就是赤鸡。这有做赤鸡，甲笨鸡有啥无共？有啥物差别呢？第一吼，笨鸡有鱼，相平有鱼。哦。笨鸡是用较重的，要打沙啊，打石头，打一寡较重的吼，就用笨鸡相平头啊，有迄手用摕安尼。赤鸡咧，伊就无啊，伊是用安尼来赤。啊，了解。咱要做粗糠的话吼，当然来赤就好啊。是。头前才有盐片赤落，就摕起来安尼。这个物件就是讲，你较轻的就用这，较重的就是用笨鸡。哦。搁再来这个赤鸡来讲较密，因为伊这个用赤的，所以伊物件伊较油，所以伊遐面较密。若笨鸡啦，伊这竹糜吼较粗，就唔免用遐只油。是。所以伊笨鸡会当地较粗重的物件，石头啦、沙啦，赤鸡是地较轻的，所以用赤。这差别就是伫遮，像这就是笨鸡，但是这个笨鸡是较大型的，伊较大型的。一般来讲是干那只有做一个提把咱手用提安尼尔。这个会当做安尼，其实伊用途搁较大，就是讲伊这可见吼，做个只粗样，就是讲用笨担，这有一对，来担，担担石头、担沙、担砖啊，拢用这。因为你看伊真粗啊，真粗样，这骨架嘛真粗，所以担双头啊，担咧安尼吼，等你行，所以伊在做真粗，这就是笨鸡，以早因为用笨来做施肥嘛是，所以嘛讲笨鸡啦。等下要食饭的时阵，还有即卡。哦，即卡有你有这啥物件？这吼，这有这大顶无爱哦。这对我来讲伤大啦。王爷，这我知影，这我知影。你知影？这吼，这叫做倒壳。但是阮兜看到倒壳毋是竹啊的，阮兜倒壳已经拢是迄个鞋啊的，塑胶吼，伊款的。这个其实是规家伙仔咧用的啦。规家伙啊。以早咧食饭对无吼？以早农业社会。规家伙做去食饭啊，所以伊刀较大的刀，较大刀，伊这个其实鞋啊，甲这个年代就鞋啊是较后壁的时代，伊是用迄塑胶内底有迄烟线，但是伊前身就是这种的，伊年代较早，是，所以伊是用竹竹边的咧边的刀砍，这刀砍伊迄个这嘛拢年代真久啊呢。嘿啊，日本时代甲工业初期拢用这种的。生囝吼有迄个摇篮啦，搁较大一束都爱坐椅头啊。这是铃木椅啊，铃木椅啊。其实这个咱讲不管讲是铃木椅啊，倒砍啊，伊讲摇篮拢共款。因为时代转变对无慢慢的，伊若无市场，伊就消失去啊。是。像这个铃木椅啊嘛共款，即马囡仔已经无咧坐这种的。但是这种物件来讲，古早来讲吼，其实伊是真科学的、真有智慧的做法。另外，囡仔坐内底，伊要起来嘛无简单呢。是。伊要爬起来，若无人对头顶甲抱起来，伊爬袂起来。是。你看伊这个骹吼，四支骹吼，踩伫土骹吼，真栽。这甚至于吼去田里吼做工课吼，囡仔总该带去，当然吼，甲放伫田里迄个田埂头顶吼，嘛唔惊讲伊会走去。你若要休困来讲，你囡仔甲抱起来，你冰倒过来咧，吼，就是只椅啊。啊，是。一只椅啊，咱大人就会使坐啊。所以伊唔是干那囡仔会当坐，伊是大人嘛会当坐。对，发明这种椅的人，我真有智慧啦。是。带某大姊较会晓咧坐高椅，对吧？吼，其实这是高椅的简便式高椅啦。高椅咱就伊的名称来讲，伊会当合起来咯，变做一片尔。啊，是。出外足好炸。是。毋是讲像即马安尼哦安尼。规地安尼。真歹炸。
较早合起来吼变做一片尔，会当厝外，会当炸水外口，啊甲天开就会当做椅啊。所以高义是迄个意思。嘿。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落水溪实在毋是叫落水溪，爱叫做东犁溪。啊嘛有讲爱叫做西犁溪，西犁伊就采一个足大的台湾上大的石敢洞，啊北方的溪洲伊就采一个足大的石塔。这就是叫做浮片，然后这是铃木椅啊，带母大姊较赢咧坐交椅，对吧吼？有饲的细只鸡啊，还有家母鸡仔囝，啊你若甲砍落来讲对吧吼？较唔惊拉叶飞入。这条狗耶？条狗以后就铁钉啊套出来。啊，我听有啊。所以这叫做啥物呢？出钉。对。我听有啊。迄时阵做囡仔，伫日本时代开始有做工课，帽啊、衫啊、穿叉啊、穿甲水水，啊面膜啊水水啊，化妆啊化甲水水安尼。查甫人的气味。迄个里头店、里头章的店，味的味。而且是咱台湾查甫人。讲去剃喙手剃煞了，对，做嘛是做手术做的，就甲花露水共款是查某人的味。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丁》。我自细汉到大汉，唔捌看过这个物件，就伫遐。其实这届吼，不管是厝内厝外，拢用得到。拢用得到。其实伊用途可能现代人看到感觉，这什么物件它有这型的吼？是。互你想袂到。五角是得边的物件，但内底佫一个迄个油灯，对吧吼？啊，其实伊这个物件用途吼，咱即马有电火嘛，但以前无电火啊，这个代替电火。哦。对吧？啊，伊顶管这个大是咧。啊，这因为咱油灯吼，不管讲是火油还是番奶油，你点起身对吧吼？伊会倒，但是迄倒中间乌烟会呛甲安尼，所以伊这个先较炸咧。有乌烟啦，先起来先炸，就这个吼，至少。上少伊会先甲乌烟先清一寡掉。较早便所吼，甲即马大个所在是有距离的呢。是。哦，迄若大便是死啊了，再吐一个声，迄种的吼。啊，伊讲要顺低调，对吧吼？你就爱赶这出去啊。赶咧出去对吧吼？啊，伊讲要宣传。暗时透早宣传天也袂光，要宣传赶这出去来讲，伊这个至少吼，伊会热风。热雨，袂讲安尼就花去啊！这用途足好个啊！是，以早真有智慧。这个我知，这个吼，以早俗语伫咧讲吼，小贪咧治家人，这是家人嘛？是家。哦，你若讲有饲个细只鸡啊，还有家母鸡仔囝，对吧吼？啊，你惊，因为有当时啊吼，咱有听到迄腊叶咧飞，伊就是要来食鸡仔囝。是。啊，你若甲砍落来讲对吧吼？较唔惊腊叶飞入去。伊这就无底啊！这就无底，啊我这地是有底嘛。这都底啊！这有当时啊吼，嫁娶吼，娶落去啊吼，若会使底连这条底啊，就爱摕去再去迄个做新郎的厝。哦。啊，有诶较细的，啊有较大的。啊，佫有通砍。啊，一个挂。佫有通砍。啊，可见这是出外咧用的，主要拢咧底价啊。啊，若要讲到吼。较接咧用的吼，其实这是有影足接咧用的啦。伊其实是弟食的吼，这就是咱的喙暗嘛，吼，喙暗。这不是人哦，这是牛咧用。对啦，人的鼻无遮尔宽啦，喙目鼻目喙也无遮尔宽，但是伊这毋是无啊吼，伊这是喙暗，就是咧伊就牛咧用的，但是牛喙蓝。牛喙蓝。咱有当时啊，咧做田人对吧吼？咧耕作的时阵，咱迄个牛咧拖。但是牛若看到边仔有草啊，伊就想要食。是。哦，看到啥物好料，伊就想要食。啊，本来叫伊直直行，伊甲你行去骗去啊。是。啊，所以你都要用这牛喙，咱甲对个喙甲弄掉咧，互伊袂当安尼随便就要看到好食就要食。是。主要用途是安尼啦。这看起来敢若一只牛仔咧。咱注意个看吼，这个那像啥物呢？牛的壳。牛壳。那是牛壳，对吧吼？啊，这个人地草犁啊，啊头担咧下底，哦，这是什么原因在安尼？就是讲较早无雨满啊，这就等于以早的雨满啦。哦，以早的雨满，啊，即摆若落雨来讲对无？因为其实这用底来边，所以真轻。啊，伊若要种稻啊，吼，啊，要烤草，对无吼？你若这
排的身躯较轻，啊，佫会当防雨，佫会当防日晒。是，这就是叫做旧片。旧片。伊形，那是只旧的壳。旧片。也做旧片。伊这有双层。啊，双层。中内底佫有一沿。中迄沿呢，有个人是用脏水。脏水本来伊早互伊嘛是叫做脏水啊。是。但做田你真是用这种的。脏水无方便。因为你脏水无度安尼刷叮当较方便。这较方便。所以内底是放个脏水按一片一片安尼。内底嘛是变成五角也变安尼。老师啊，你头拄仔摕这支吼，这支我台顶接咧用嘛。这已经无当看啊。叫做葵线。葵线。开始6月以前咱讲农历6月是葵叶嘛。所以叫做葵线，因为葵线是在差不多热天真热以前开始用这来做这个一个线啊，会量真亮，所以叫葵线。这是规支拢是竹编的，竹编的，佫轻，佫下头佫有风，有真有风，真亮。咱普通香皂烘炉啊，热风，风咧起火。用风来热，但是讲火你要火起啊，赶紧佫热落，佫倒起来，这用途足大。是，先怎讲咱台湾人的生活吼，甲竹仔的迄个关联是遮尔啊密切。第一主要种伊是一个真经济的作物，储载方便，佫真好用，所以伊应用伫咱生活中间吼，你像เรา桌顶咱放的迄个，个地盘，是，佫杯垫。嘛是拢用竹仔来做的，是。尤其这个地盘甲杯垫对无吼，这会当创造啥物呢？用当创造外销，这竹盘，这都是真明显的一个例子，这嘛是拢外销的。外销品。外销竹盘，竹仔来边的，看这就知啊。是。佫画一个红仔咧，像这都是杯垫。咱若去靠文化，你看杯垫过来，这个有蝴蝶。佫有竹仔落去，你咧较有文化来讲，这个放这条竹啊，就是咪加少有文化，较有气质。这个桌顶吼，佫有3张这个奖状，奖状，这奖状，甲咱介绍一下好不好？你注意看，这什么年代？昭和7年。昭和7年。所以讲，咱伫这会当了解讲，原来伫昭和7年迄时阵吼，伊这叫做修炼正师，对吧？有毕业啦。为主要是。有食六国争得世工讲述会，而且当了解讲原来伫昭和7年迄时阵，伊这个人咧已经有去学做这个竹仔的真幼路的迄个工的迄种竹编的物件，竹编的物件，已经讲述会，已经有收这个成绩有收起来，所以互这个正式互伊，做了足好的，所以伊就互伊。二等赏，日本人伊就这个叫做陆港庄庄长林中金，伊就互伊这个奖状，二等的，二等佫有这个物件。所以听老师安尼甲咱介绍，咱就知影讲，其实竹啊，伫咱台湾人的生活中间吼，有影是真生活都真麻吼，都身躯边顶悬就是直接看到啦，嘛直接去用到，但是无去感受到讲竹啊吼，其实对咱的人的生活有遮尔济即个功能啦。即马现主时的人的生活吼，遮尔便利啊，要买啥物吼，咱凊彩都拢买得到，有欠啥物吼，想办法拢甲变出来。我相信吼，其实竹啊即个粗上物啊，伫咱的生活中间吼，原本就存在，咱吼。其实吼，有当时也想讲要出去游览嘛，咱来去日本看竹啊，其实免啦，咱台湾的竹啊嘛拢真水，吼，迄是台湾人的性格，吼，嘛真感恩老师来到咱现场，甲咱介绍遮尔侪你的收藏品，真个一世人。